Compact 頭前嘅樣片，你下我來練習常用嘅對話。這錢要匯給誰的呢？呢錢愛匯本萬人嘅喏。呢錢愛匯本萬人嘅喏。這錢，呢錢，呢錢要愛匯給匯本誰的呢？萬人嘅喏，萬人嘅喏。好，接下來我們要來練習整句哦。這錢要匯給誰的呢？呢錢愛匯本萬人嘅喏。呢錢愛匯本萬人嘅喏。下一句，你沒寫到電話號碼，要補一下。冇寫到電話號碼，愛補一下。冇寫到電話號碼，愛補一下。你沒寫到，冇寫到，冇寫到。電話號碼，電話號碼，電話號碼，要補一下，愛補一下，愛補一下。好，我們現在整句來練習一次。你沒寫到電話號碼，要補一下。冇寫到電話號碼，愛補一下。冇寫到電話號碼，愛補一下。好，接下來我們要練習的是，辦好了，還要辦其他的嗎？辦好了，還愛辦其他嘅冇？辦好了，還愛辦其他嘅冇？辦好了，辦好了。辦好了，還要還愛辦其他的嗎？其他嘅冇，其他嘅冇。好，接下來我們要練習整句話哦。辦好了，還要辦其他的嗎？辦好了，還愛辦其他嘅冇？辦好了，還愛辦其他嘅冇？好，以上是我們這個單元的常用句型的練習，一樣多聽多說，就會大大的進步哦。加油！